来看新北市淡水渔林国小的老师带一群小朋友去农场，用台语来认捌卡白笋哦，互囡仔实际来体验卡白笋对种植、采收、煮食的过程。那么做伙来看卖。卡白笋。古堡农场用台语来小解卡白笋，是咧带小朋友落去参与挽卡白笋。现场的小朋友台语是拢讲甲写叫，哈哈老师讲，逐礼拜母语教下，即个学生囡仔的台语是愈来愈练长。伫咧挽的时阵，感觉日头足大，感觉足辛苦。啊有足济卡白笋，但是无伫遮。 应该是伫遐。每周一节的本土语课程之外呢，那孩子们在家因为家里的长辈，那一起来学习共学。较开就会让伫到家。卡白笋挽起来，农场虽穿好卡白笋的 BBQ， 真侪小朋友是头解知影卡白笋大大一支剥壳了后，就那甲亲像骹腿同款，白白佮短短。农场希望用趣味的台语导览，互囡仔了解卡白笋的成长过程。小朋友因学的台语嘛是有学，啊，毋过较少，所以我会为较简单的开始，比如讲卡白笋为虾米叫做卡白笋？ 伊的脚可能是白色的。鲁宝农场特别小解红凯卡白笋是三芝、淡水、金山的名产。这届三道二风台的灾情，互卡白笋着损失减要4成。新北市农业局希望民众会当趁休困来东北角佚佗，顺续试食一寡在地的卡白笋，用行动支持受灾的农民。记者陈阿选林玉凯新北报道。